乡亲啊，明仔载开始就是国庆3天的连假。伫个南台湾，伫个下港有袂少庆祝的活动。这个重头戏就是国庆宴会，讲要伫个嘉义来举办。除了看光雕、看宴会之外，当然嘛要来享受美食。若是来到嘉义要耍一天，要安怎耍、安怎食呢？华视新闻报互乡亲做参考。 国庆6月要办国庆宴会，2万外粒的高空宴会结合水舞、光雕、闪耀夜空，欣赏宴会前去嘉义佚佗，有真日互你赞叹的所在。为空中来看，古典优雅的后式建筑，华丽白色的城堡，外口有喷水池、花园广场，袂输是来到澳洲，这是最近伫嘉义真情的新景点——观光工厂，梦幻阁浪漫。 当你开的金库冷这个时阵上水，伫嘉义县市高级的高铁大道都看会到。另外，伫闽乡的金兴村、牛潮溪、宝汉、德家乡、满德、铁马道，咧三公路搭口的树木银行，拢是网友翕相的所在。秘密南豆油蒜泥麻酱加嘉义人讲做是白醋特调的美乃滋，咸浓带底的凉面真开鼻。 脆色搁冰的肉圆，软软 Q， 搁配特chế酱料，食起来滋味真好。再加上它的酱料的时候，甚至再加上可以再加上一些蒜头，就是这样子很爽口。当然有名的鸡肉饭，搁有这个有豆仔香的豆奶豆花，拢是内行的嘉义的小食。国庆假日，若冲到嘉义去看宴会，唔通袂记好好去感受在地美景甲美食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